各位乡亲大家好，又到了停通的时间，我是也摆爱教大家运动的阿凯先生。也摆爱教大家练的是我哋肌肉的动作，肌肉的训练呢，如何用自己身体的重量，嘛可以拿些把有重量的东西呢，我练我哋的手啊、臀脚，有练的话，行路啊、爬上爬下的时间，那唔要软脚哦。等下路向下停顿先上来停通一下哦。开始运动之前，我哋要先来做18动作，帮我哋身体热红来哦。也咪要拿一条训练绳，好，也动作咧做的时间，手拿顿一条训练绳，用你脚嘅头前哦，两只手顺侧向东高，慢慢啊做，向后背，向下去，向到你嘅师傅也偏如何嘅，好，慢慢啊向东高，向头前。跪来，好，安尼向东高，到后背，好，安算100，好，我哋开始的哦，你慢慢做如何做18哦，3、4。因为你做的时间向东高的时间，手啊会变安尼，唔好安尼哦，顺次如何诶？好，慢慢做。8、9、10。下一个动作咧，我哋要面体内放，好，一条训练绳，用你脚带下，好，面下来的时间，一只脚顺侧，好，两只手拿顿一条训练绳，向你身体绑线，好，绑线的时间，你脚后背会绑线哦，好，安尼差唔多4秒钟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稳脚，同样哦，脚压高，好，两只手拿一训练绳绑线，好，同样4秒钟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今日我来教大家练我哋吐司的动作哦。等下做的时间，我拿一条训练绳，向下停顿先上来运动哦。第一个动作，我哋的脚。一只脚右脚让训练绳当高，好，另一只脚咧，我哋的手先拿顿，另一只脚向后背让出去，跪下去的时间，好，慢慢啊，我哋两只手拿训练绳，右脚让顿，我的手向我哋的左脚一边带上来，跪来，脚竖上来。同样哦，左脚向后背下去，放上来，跪来，安尼好，我慢慢啊做哦。好，脚向后背下去，放上来，慢慢啊跪来，上来，好，我哋开始嚟哦，1、2、3、4、
嗯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。好，做下我哋攞穩腳來做。同樣哦，我哋嘅右腳向後背回下去，轉向來。記得做嘅時節唔係疏通哦，你嘅身體要慢慢啊向右邊轉向來，安尼算一擺哦，吼，唔係安尼哦，唔係安尼哦，係你身體向右邊轉向來，變下來，好，轉向來。變下來，好，我哋開始嘅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慢慢走路好哦，腳向後背伸直，回下去，轉向來，腳歸來，回下去，伸直，歸來。有個人做嘅話，腳冇力嘅話，用嚟做，我哋站蹲都好誒。好，同樣一隻腳，右腳，人蹲一條樹嫩索。好，第二隻腳咧，左腳向後背，好，用嚟做，拿蹲一條樹嫩索，唔係用手安尼哦，係你身體，右腳、右手，好，向你左邊行上去，一，慢慢歸來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我哋穩腳哦。好，同樣左腳左手，我右腳向後背，好，向我哋右手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慢慢啊歸來，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也係動作咧，如係我哋練我哋都市嘅動作哦。
运动做起来，也咪我哋爱来做是把变强顺嘅动作哦。首先，我哋面体内风，做嘅时节咧，面下来，一只脚左脚变嘅右脚当高，好，两只手咧，左手向嘅脚一片伸出来。另一只手向后背，好，做嘅时节，你嘅手出力向嘅身体，安尼绑线，好，绑线嘅时节咧，你嘅左脚嘅师傅绑线哦，好，安尼慢慢啊做，好，变强顺，缩起。跳起，缩起，跳起。缩起嘅时节可以出力，你嘅手可以出力，绑线缩起，跳起。好，做起你可以弯脚，好，右脚用你左脚当高，同样哦，你嘅手伸下来，好，同样。缩起，手绑线，跳起，缩起，跳起，3、2、1。下一个动作咧，我哋拿滚筒，用嚟做咧，滚筒向天内方，你师傅。坐地啊，滚筒当高，好，做嘅时节，一只手向天内方，慢慢啊安尼，滚上来，滚下去，滚上来，滚下去，好，也滚筒向嘅师傅当高如何哦？好，差唔多10秒如何诶？好，做起。弯片，向用也滚筒，用嘅师傅下背，好，向用哦，滚上来，滚上去，滚上来，滚上去。拖到搞大家嘅动作，大家有学会冇？等下，你向下停顿线上来学新嘅动作哦。基本呢，要教大家练嘅动作，系我哋练我哋都市嘅动作哦。等下向下停顿线上来运动哦。等下咧，要拿两个保特瓶哦。要么我哋先做第一个动作。第一个动作做嘅时节，面体内风，好，一只手，我哋先左手开始哦。左手拿顿也系保特瓶，手伸出，左脚弯上来，向体内风。用嚟做咧，我嘅右手向嘅右边伸出，左脚压上来。你嘅身体慢慢啊转过来，转到你嘅左脚嘅七条向体内方，你嘅肩颈向当高，伸出，慢慢啊跪来，脚向下跪来，好，安尼算一摆哦，好，开始嘅哦，你嘅左脚转过来，慢慢啊转，好。左手嘅肩颈向当高，慢慢啊跪来，2、3、4，冇太夾哦。
6、7、8，慢慢走入海哦。9、10，做下，我哋要弯手弯脚哦，弯到右手拿保特瓶，右脚压上来，左脚顺势，左手咧向个左片并下来，我哋开始的哦。好，右脚嘅膝头向个左片转过来，右手向东高，渐紧向东高1，慢慢啊下来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莫歪hết咯，向东高。9、10、假如係我哋第一個動作哦，第二個動作我哋拿太乾嘅也係保特瓶，冇按太乾嘅法，冇拿嘛可以哦。數河頓，哦，安尼河頓如何誒？好，有保特瓶嘅法，我哋都安尼河頓，好，第二呢可以撞水，用嚟做咧，我哋開始嘅哦，腳行起條前，好，下起嘅時節，你嘅身體。轉下去，轉上來，1，按你算100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彎腳，開始了哦。1、2、3、4、5，慢慢走入海哦。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腳無力嘅話咧，我哋可以揾啊用嚟做咧，先開下去，好，先轉過來，放落嘅時節，安尼1。下去，2，下去，3，好，彎腳做1擺哦。先開下去，先轉過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。也係通咗嚟可以練到我哋嘅肚子同我哋嘅腳哦。
运动做起来，也咪我哋爱来做18变强顺嘅动作哦。好，首先我哋面体内方，做嘅时节咧，面下来，一只脚左脚变嘅右脚当高，好，两只手咧，左手向嘅脚一片伸出来。另一只手向后背，好，做嘅时节，你嘅手出力向嘅身体，安尼绑线，好，绑线嘅时节咧，你嘅左脚嘅师傅绑线哦，好，安尼慢慢啊做，好，变轻松，缩气。头气，缩气嘅时节可以出力，你嘅手可以出力，绑线缩气，头气，好，差唔多做15到20秒哦，缩气，头气，好，做下你可以弯脚，好，右脚用你嘅左脚当高，同样哦，你嘅手伸下来。好，向用缩气，手绑线，头气，缩气，头气，3、2、1。下一个动作咧，我哋要拿滚筒，用嚟做咧，滚筒向天内方，你师傅。坐体啊，滚筒当高，好，做嘅时节，一只手向体内方，慢慢啊安尼，滚上来，滚下去，滚上来，滚下去，好，也滚筒向嘅师傅当高如何嘅哦，好，差唔多10秒如何嘅，好，做下。弯片，向用也滚筒，用嘅师傅下背，好，向用哦，滚上来，滚上去，滚上来，滚上去。今日教大家嘅动作，大家有學會冇？記得每日向下停頓線上來運動哦，也係身體同精神也會健來健好哦。停通，我哋下次見。